俗语伫咧讲，也着车，也着卖，请问是什么意思 ？A. 忍受折磨才有成就 ；B. 爸母想法爱分明；C. 做人伤贪心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 B 啦，安尼哦，这你哪会晓啊？这就是因为咱拢北部啊，家拢是爱教育啦。一班的哦。答案无？好，我们来讲好来啊。，你的答案是？好，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。爸母想法爱分明，对唔对？厉害！恭喜啊，得到一班咯！好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来，题目甲念做也着车，也着卖，也是念做也着锤，也着梅。北部腔、南部腔的差别尔拢会使。啊，这个锤也是锤，就是咱的锤仔机，哈，锤仔机哈。啊，代表什么？囡仔啦，无乖爱安那，爱管教，爱管教哈。啊，这个卖也是梅呢，是啥？梅饭嘛。 是啥？商品代表你甲照顾啊，甲鼓励啊，哦，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讲啊，咧强调咱若要请养一个囡仔大汉，啊，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父母对囡仔的教育想法就爱分明，囡仔若表现了无好，哎，嘛爱甲管教，唔是讲一定爱甲。 爱甲拍，是讲咱爱甲伊管教，啊，若是表现好，咱嘛爱甲伊鼓励。